今日我哋要講一個令人聽完之後可能連續幾晚都瞓得唔安樂嘅話題——人質。如果你對中國古代歷史唔係太熟，冇關係，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喺2000幾年前嘅西漢王朝，有一位皇后設計出一種可能係人類歷史上最系統、最殘忍嘅懲罰方式。佢唔係為咗殺死一個人，而係為咗令一個人喺失去所有人嘅特質之後，仲要繼續活落去。呢度係阿姐講奇聞，今日我哋就嚟深挖呢段黑暗歷史。入正題之前，我哋需要先了解一啲背景知識。西漢王朝建立於公元前202年，大約相當於羅馬共和國晚期。凱撒大帝嗰個時代，西漢嘅開國皇帝係劉邦，一個草根出身嘅農民，靠住亂世入邊嘅機會，由一個小鎮混混一路打拼成皇帝。佢嘅正妻就係呂后。喺當時嘅中國，皇帝可以擁有多名妻妾，呢個係完全合法而且相當普遍嘅制度安排。皇帝嘅正妻稱為皇后，地位最高，其餘嘅女性就係妃嬪，地位各有高低。妃嬪之間為咗爭奪皇帝寵愛，為自己個仔爭奪繼承權，往往會展開激烈甚至殘酷嘅宮廷鬥爭。呢種鬥爭貫穿咗中國2000幾年嘅帝制歷史，而人質就係呢種鬥爭走向極端嗰陣嘅產物。另外需要講清楚嘅係，喺中國古代，皇位繼承奉行嫡長子繼承制，亦即係話皇后所生嘅長子通常擁有優先繼承皇位嘅資格。呢一套制度嘅存在，令皇后嘅仔同妃嬪嘅仔之間天生就存在住不可調和嘅利益衝突。質呢個漢字喺古代中文入邊意思係豬，所以人質字面翻譯過嚟就係人形嘅豬，又或者話被剝奪尊嚴嘅人。呢個名已經非常直白咁揭示咗呢種刑罰背後嘅核心邏輯，唔係單純結束一個人嘅生命，而係用極端方式剝奪佢作為人嘅能力同尊嚴，令佢喺身體同精神都被摧毀嘅狀態下繼續承受痛苦。要理解人質，我哋需要先了解中國古代嘅刑罰體系。中國先秦時期就建立咗五刑制度，亦即係5種主要嘅肉體刑罰。喺面上刺字叫墨刑，破壞面部叫處刑，令受刑者失去行動能力叫處刑，破壞生育能力叫宮刑，以及最嚴重嘅死刑叫大辟。呢套制度類似古羅馬或者古埃及嘅肉刑體系，係嗰個時代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嘅殘酷司法現象。而人質可以理解為將多種刑罰疊加，同時施加喺一個人身上嘅極端版本。人質嘅可怕之處並唔只係身體傷害，而係每一步都精準針對人體某一項核心能力。重要嘅係呢啲步驟並唔係一次過完成，而係分批進行，令受刑者喺每一輪痛苦稍為穩定之後再承受下一輪摧殘，目的就係最大限度延長痛苦時間。喺冇麻醉藥嘅古代，每一步都意味住難以想象嘅折磨。第一步，剝奪行動能力，行刑者會用極端方式令受刑者失去雙手同雙腳嘅功能，之後再用當時粗糙嘅方法勉強維持受刑者生命。目的唔係救治，而係防止受刑者太快死亡。失去行動能力意味住受刑者從此無法移動，無法逃跑，無法反抗，徹底喪失對自身處境嘅掌控。第二步，剝奪視覺，行刑者會令受刑者永久失明，從此之後受刑者只能活喺黑暗之中，無法感知周圍空間，無法睇見任何事物，亦無法睇見自己身上發生咗咩變化。第三步，剝奪聽覺，受刑者嘅聽力會被徹底破壞。呢一步嘅目的係令佢同外界聲音完全隔絕，聽唔到人聲，聽唔到呼喊，亦聽唔到身邊發生嘅任何動靜，從此生活喺一種極端孤立嘅寂靜之中。第四步，剝奪語言能力，行刑者會令受刑者無法正常發聲，亦無法再清楚表達自己意思。呢一步嘅目的係徹底切斷受刑者同外界溝通嘅可能，無法呼救，無法申訴，無法向任何人傳達任何信息。喺語言嘅世界入面，呢個人就好似徹底消失咗。第五步，替佢全身毛髮。喺中國古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係儒家嘅基本倫理觀念。頭髮同身體都被視為父母所賜，唔可以輕易損毀。呢一種觀念對今日觀眾嚟講可能難以理解，但喺當時嘅文化背景之下，剃去頭髮並唔只係外貌改變，而係一種公開羞辱，相當於向所有人宣告呢個人已經被剝奪人格同尊嚴。第六步，將受刑者困喺污穢環境之中。完成上述所有步驟之後，受刑者會被放置喺極其污糟惡劣嘅地方，一個失去行動能力、失去視覺、失去聽覺又無法正常求救嘅人，喺呢種環境入邊幾乎冇任何自救可能，只能靠殘存嘅呼吸維持住最後一點生命，等待死亡慢慢降臨。呢六個步驟構成咗一個完整嘅去人化體系，行動能力、視覺、聽覺、語言、尊嚴一樣一樣咁被剝奪。受刑者雖然仲活住，但已經失去好多界定人嘅特質，所以先會被稱為廚，亦即係豬。根據史料推算，喺古代醫療條件之下，受刑者通常唔可能長時間存活，身體嚴重受創，環境惡劣，再加上缺乏基本照顧，都會令受刑者喺短時間內一步步走向死亡。了解完人質嘅刑罰方式，我哋再嚟睇下佢第一個受刑者戚夫人，同埋呢一切到底係點樣發生。漢高祖劉邦有一位心愛嘅妃子叫戚夫人，佢年輕貌美，能歌善舞，深受劉邦寵愛。佢為劉邦生咗一個仔，名叫劉如意。憑住劉邦嘅寵愛，戚夫人開始謀求一件好危險嘅事，就係要令自己個仔取代皇后呂后所生嘅太子劉盈，成為下一任皇帝。呢件事喺中國古代係一件極之敏感嘅政治行動。太子亦即係皇位繼承人，一旦確立，朝廷寵臣、宗法制度、各方利益都已經圍繞住佢展開布局。廢黜太子意味住動搖成個權力架構嘅根基。戚夫人嘅行動等於直接威脅咗呂后同劉盈嘅政治生命。呂后係一個極具政治手腕嘅女人，面對戚夫人嘅威脅，佢借助老臣張良嘅策略，說服咗4位德高望重嘅隱士，雙山4號出山輔佐太子。呢4位隱士係連劉邦本人都扯唔喐嘅人，佢哋嘅出現向劉邦傳遞咗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太子已經得人心，廢黜佢將會引發政治動盪。劉邦最終打消咗廢太子嘅念頭。公元前195年，劉邦去世，太子劉盈繼位，成為漢惠帝。呂后就以皇太后身份掌握實際權力，失去劉邦保護嘅戚夫人，即刻陷入萬劫不復嘅境地。呂后先將戚夫人貶為宮廷苦役，要佢喺永巷種米，每日唔俾飲食。戚夫人喺痛苦之中唱出咗一首歌：子為王，母為老，終日床薄母，常與死為伍，相離3000里。當邊個使告女？翻譯過嚟大意係：兒子係王，母親佢係奴隸，成日麻甩米直到黃昏，同死亡為伴，相隔3000里。邊個可以將呢個消息話俾你知？佢希望遠喺趙國嘅兒子劉如意可以聽到消息，翻嚟救佢。呢首歌卻成咗劉如意嘅催命符。呂后得知戚夫人試圖傳信求救，即刻迅速行動。佢先設計將保護劉如意嘅重臣周昌呃嚟長安，再借用皇帝名義召劉如意入京。漢惠帝劉盈察覺到母親嘅意圖，一直安排劉如意同自己同食同住，但始終有一日清晨，劉盈出外打獵，劉如意仲瞓緊覺。呢次短暫分開俾呂后捉住咗機會，劉如意被毒殺咗。劉如意一死，呂后對戚夫人最後一絲顧慮都消失晒。佢為戚夫人量身定製咗人質之刑。史記中記載：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質。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雖愈不能起。施刑數日之後，呂后特意召來兒子漢惠帝劉盈，要佢親眼去欣賞戚夫人嘅現狀。劉盈望住茅坑入邊嗰個冇四肢、冇眼睛、渾身污穢嘅嘢東西，完全認唔出嗰個就係戚夫人。直到旁人話俾佢知，佢先失聲痛哭，當場病倒。之後1年幾都起唔到身。劉盈後來同呂后講，呢種事唔係人做得出嚟。之後劉盈終日沉迷酒色，
23歲就英年早逝，可以話呢場殘酷嘅政治清洗，最終亦都毀掉咗呂后自己個仔。朝鮮王朝燕山君甲子嗣和1504年，朝鮮王朝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宮廷政治嘅邏輯亦都相當相似。朝鮮成宗年間，皇后尹氏因為嫉妒成性，砸傷咗成宗塊面，最後被廢后賜死。多年之後，尹氏個仔燕山君繼位，得知生母背後嘅真相，展開咗一場瘋狂復仇。佢下令對當年支持廢后嘅朝臣同宮嬪施以極刑，剜眼、斬肢、毀容，殘骸棄於荒野。呢場政治清洗史稱甲子嗣和，殘忍程度同人質高度相似。燕山君嘅暴行最終引發朝臣聯合政變，佢被廢黜，成為朝鮮歷史上最臭名昭著嘅暴君之一。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當一個人掌握絕對權力，而且冇任何制度約束嗰陣，對人性最黑暗一面嘅釋放，並唔局限於任何一種文化或者時代。戰國孫無肉刑作為政治迫害工具，約公元前340年，喺人質出現嘅數百年前，中國歷史上就已經存在用系統性肉刑迫害政敵嘅案例。戰國時期，軍事家孫寶同龐涓曾經師從同一位老師，龐涓自導孫寶嘅才華，設計誣陷佢，令佢遭受此刑，斬去雙腳，銅錢刑，喺面上刺字。呢兩種刑罰嘅組合，令孫寶既無法正常行走，又永遠帶住罪犯嘅烙印，喺生理同社會兩個層面都被徹底邊緣化。呢種不殺而廢嘅邏輯同人質如出一轍。然而孫儒並冇就此沉淪，佢後來逃往齊國，化身為齊國軍師，喺馬陵之戰中設計大敗龐涓，完成咗歷史上最著名嘅復仇之一。孫毛嘅故事後來被整理成孫奴兵法，流傳至今。明朝萬貴妃後宮私刑嘅隱秘形式15世紀，喺中國明朝明憲宗嘅寵妃萬貴妃為咗壟斷皇帝嘅寵愛，對後宮中懷孕嘅嬪妃展開系統性迫害。佢嘅手段包括強制墮胎，以及對敢於反抗嘅人施以不留痕跡嘅私刑。萬貴妃比憲宗年長整整17歲，卻憑住手腕同心計喺後宮獨霸數十年，令憲宗幾乎絕嗣。佢好多仔女喺出生前或者剛出生後就神秘死亡。呢種以後宮私刑剝奪他人生育權同生命權嘅邏輯，雖然形式唔同，但係佢嘅本質就係通過對身體嘅控制嚟鞏固政治權力，同人質嘅邏輯高度吻合，折射出一個冇法律制衡嘅絕對權力體系可以走向幾咁黑暗嘅極端。喺古代中國，皇帝同皇太后嘅權力理論上係冇上限，佢哋嘅決定唔需要任何司法審查，亦冇任何獨立機構可以阻止。呢種權力結構就係人質呢類極端事件得以出現嘅根本土壤。然而，歷史亦記錄咗對呢種殘酷制度嘅反思。漢文帝繼位之後，公元前180年，喺一個叫梯風嘅平民女性上書求情嘅感召之下，佢請求用自己做官府奴婢嚟抵消父親所受嘅刑罰。到公元前167年，漢文帝正式下詔廢除藤等主要肉刑，改用七刑代替，並明確指出肉刑非人。呢個係中國法律史上一個重要進步，相當於官方層面承認對人體作出系統性傷害唔應該成為國家權力所使用嘅手段。呢一個進步發生喺西漢建立之後唔夠40年，某種程度上正係戚夫人慘劇所帶嚟嘅歷史震撼，推動咗呢一次改變。但需要指出嘅係，廢除官方肉刑並唔等於宮廷私刑消失。喺皇權唔受約束嘅政治體系入面，法律嘅進步好多時只係官方制度上嘅改變，後宮同宮廷深處嘅黑暗仍然可能用更加隱秘嘅方式延續落去。司馬遷，中國最偉大嘅史學家之一，亦都係《史記》嘅作者。佢之所以選擇如實記錄戚夫人嘅故事，本身就係一種勇氣。喺中國古代，為尊者諱係史學書寫入面常見嘅壓力，意思係唔好記錄統治者嘅醜事。但司馬遷冇回避，佢將呢段歷史原原本本寫咗落嚟。亦正因為有佢嘅記錄，2000幾年之後嘅我哋先可以清楚睇見，當一個人擁有唔受任何制衡嘅絕對權力時，
人性嘅陰暗面可以走向幾咁可怕嘅地步。人質嘅故事唔止係一個宮廷八卦，亦唔止係一段中國歷史奇聞，佢更似一面鏡，照出所有時代、所有文化之中不受約束嘅權力可能帶嚟嘅共同危險。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